本样授权客家名录学简，每日一项义新本。客家背展会主任背展古受会3月30號招新出席第2本東京棋盤界東京客家創新公會創立62周年暨第55屆會展天慶大會，古主輩出席推崇東京客家創新公會，展現出團結共生嘅精神，老傳新客家本把界使命，未希望大家共下打拼，本世界看到台灣客家本把界光彩。古主輩及自界世界，首先感謝東京客家創新公會榮幸主辦了擺個大會，總共有300人參客家鄉親，其中第2本很多鄉親近半夜來參加大會，未選擇來日本旅行，所以東京客家創新公會唔但將為日本嘅客家鄉親服務，未為日本帶來觀光旅遊嘅地客，同促經濟收入，貢獻日本多。幫會古主會邀請大家到台灣參加今年10月舉辦嘅全球客家本把會議，會議上將會報告下輩會要做哪啲嘅事情，本讓大家共下來關心。未希望鄉親朋友喺全球各地做台灣嘅外交操守，至少為台灣付出老大病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簡嘅報道。接下來到大家今半日嘅每日一項義就係會議，大家都愛參加今半日嘅會議，大家都愛參加今半日嘅會議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